臭蟲 Fifi 的日子就到啦。邊條路線要操控邊條路？三好奇嘅眼神，冒險嘅呼喚 Fifi 已經準備好呢一切啦。係十字路口 Fifi 停低，兩條小路延伸，綠色同明亮，左定右，我應該去邊度？森林細細聲，由我嘅陽光發光，腳尖過根，跳得跳舞，蝴蝶飄飄，俾到機會 Fifi 啊！每一片葉子和聲音都邀請人一歸，好奇心中獎，冒險達到頂峰。邊條路線？邊條路線？雪試嘅旅程，從來都冇排練過，一步一步世界展開。每個角落都隱藏住一個未講過嘅故事。望到河邊閃閃發光，游得快，陽光無波，小情搖晃，整身為潑水，Fifi輕輕浮起。其實與比界係穿過草地，色彩綻多，蝴蝶跳舞追緊級標，爬更小山丘，前面有閃亮嘅奧座，冒險繼續，冇嘢好驚。邊條路線？邊條路線？每條路都充滿樂趣同口喝派，由河流到草地，雪試探索，每個發現都開啟新嘅大門。山上有閃閃發光嘅水晶，閃閃發光，雪飛跪地，好奇嘅心態一致。微小嘅閃光，帶領人逃犯